新闻市来看，台东县延平乡的鸾山部落森林博物馆，今仔早起有11个新北市土城游客好好头芳定着，其中的2人送病院进前都无心跳、无喘气，状况是真严重。那其他人就等其他救护车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队动车。救护人员赶到会紧急将民众送去救护车，同团的游客关键讲，还有其他人也需要斗3工。这个很严重。代志发生在7月早起，台东延平乡这阵60外岁为新北市土城老人会来的50人旅游团去鸾山部落的森林博物馆的时阵，经过小路，所引起一件疑似虎头蜂的蜂群攻击。好像都是去旅游的，有受伤，好像被叮吧。哎，他把它背一下，哦，规个都拢来啊，很多啊，我就把你背起来都电过啊。所以是小朋友去拿来。他当地的小朋友带队的。你电去哪位？手啦吼，啊，你是新北市来的吗？根据台东消防局统计，总共有10女1男互蜂叮着，其中2名女性叮着了后失去喘气、心跳，状况较严重。伤者陆续送去台东市区病院抢救，详细事发的原因还佫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